今日想用最簡單嘅講法帶你認識 AI 人流統計，睇下點樣可以幫到活動同場地即刻睇到人流，亦都可以慳翻啲人手。首先，點解要數人呢？其實大家最想知係4個數：第一，入場有幾多人；第二，出場有幾多人；第三，場內有幾多人；第四，場外排緊又有幾多人呢？呢啲數會影響到你點樣排人手，幾時加開通道，幾時清潔，同埋點同主辦單位報數。傳統嘅做法係人手撳計數器，短時間仲 OK， 但係去到高峰呢就會亂、會漏、會重複，之後仲要抄字、合拼、對數，好容易出錯，同埋要等好耐咧先會有報表。如果係 AI 又會點做呢？我哋會喺每個出入口或者電梯口裝一部 AI 相機，喺畫面度拉一條虛擬線，有人行過呢條線，系統就會自動加1，仲可以分到入定係出，幾個入口嘅數據就會自動匯總去雲端，你即刻就會睇到入出場內、場外，仲可以設定場內上限。接近或者超標就會提醒，報表可以每小時自動電郵 Excel、主辦、保安、合作單位同冇用到。喺準確度方面，我哋會做一個好實際嘅步驟，開場前會抽幾個時段，用人手抽15分鐘，同系統對一對，再調好線嘅位置同埋鏡頭角度，準確先正式開始。之後如果有異常，系統都會提示再校。到大家最關心嘅 ROI 點樣慳錢，好似3日活動3個出入口咁計，人手做法通常要2家覆蓋，再加高峰支援，實際上要用到大概18至24個人監，而 AI Loop 可以幫到你。第一，長時間穩定計數，尖峰都可以頂得住；第二，每小時自動報表，唔使再抄寫同埋合拼；第三，即時面板加上限提醒，指揮位可以即刻決策。所以一句到尾，以呢個級數嘅做參考 ，AI Loop 通常都可以減少大約60至80% 嘅人手需求。喺成本方面，大概等同請咗6至9位臨時人員輪更3日嘅等級，但你同時亦都多咗即時看板、數據一致性同活動後可用嘅高峰分析，價值更高，風險更低。喺私隱方面，系統只係會記錄通行事件，唔會保存個人身份。要嘅話，仲可以開遮蓋同埋資料最小化，配合場地上面嘅需求。總結嚟講 ，AI 人流統計其實好簡單，裝部相機，拉條線，連上雲端，你就已經可以即刻知道出入場內、場外，報表自動送到電郵，現場決策更快、更準、更穩定。如果你想知道自己一個場可以慳到幾多人手等效，或者想了解部署嘅細節，可以即刻聯絡我哋，可以知道更多。